小兄弟，这马可是你的？不是，是我们家公子的。哦，我看这马非同一般，恐怕来历不简单吧？我家公子说了，千万不能告诉别人，这马产自西域，是极品中的极品，能行万里路，越鸿沟，渡浅滩。如果再插上一对翅膀，还能飞上天呢！牛皮吹得有点大，不过也相距不远。那从这马头至马尾近1丈2，蹄至背有8尺多，竹签耳朵，刀郎脖，筋肉雄健，马目炯炯。的确是匹好马呀。哎，这些你们家主人有没有告诉你啊？有，但是我不能告诉别人。哎，这马倒是匹好马，可是这马童傻了点儿，早晚把这匹马给养坏喽。可惜呀，可惜。张大人，快进来呀！我们已经等你很久了，快！哎呀，哎，张大人，哎，请，那我先进去了啊。好。哎，来，张大人，这边请。张将军，没想到你今天会来。张将军，好久不见。2位将军多礼了。来。来，快！买定离手。大人，小。哎，跟着张主任买。哎，小。那我就买大。哎，2、3、4，小。哎呀，还好跟着张大人买呀。恭喜谁呢？哎，张大人，小的有事，先行告辞了。你们慢慢玩。哎，先走了。来，继续。小。到。哎，还是小，又是小。小。小。还是小。我来尝试先找。大。继续小。1、2、4，小。哎呀，张将军果然厉害呀！哎，就是我们跟着张将军，看来是不愁没酒喝，没肉吃。我们公子尊姓大名啊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好姓大。哦，有这个姓？我娘喊我大牛，我不姓大，姓什么呀？哎，没想到我大牛纵横江南，各个赌场逢大必买，赢多输少。没想到今日连开26把血，不行，再来一次。可是公子的钱都输光了，你拿什么来跟我还赌呢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我有一样无价之宝，请看外面那匹马。你若识货的话，你应该知道，这匹马就算换这个赌场，也绰绰有余。你唬谁呢？拿马做赌注？你知道这桌面上有多少银两吗？你看清楚。是啊，什么无价之宝？我看你这个傻小子是没见过什么世面。我们张将军的马，也就是说，外面那匹马是你的？没错。好，我们就赌那匹马，咱们一局定输赢，如何？一言为定。我这次依然买大。小。小。
公子，承让了，承让了，承让了。军师，军师，我回来了。报告军师，顺利完成任务。这么快？不过是小事一桩嘛。哎，你不知道，我只是往赌场这么一坐，随随便便输了点银子，顺水推舟就把这个叶兆玉输给了张任，他还以为捡了大便宜呢。此行没有什么意外吗？你是在关心我吗？我知道你一定是在关心我。像我这么聪明伶俐、八面玲珑、能言善辩的全才，任何危机在我的面前都是小事一桩。子罗，我厉害吗？厉害。我有没有用啊？有用，当然有用。宝月郡主，这次任务完成的漂亮，我这就去向主公向他通报。是时候拿下洛城了，升帐起兵。张将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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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了！什么事啊？如此慌张？刘备带领兵马正在城外救阵。什么？这群不知死活的家伙！备马！诺。哈哈哈哈！果然是匹好马呀！呵呵。来者何人？胆敢在我城前叫阵？常山赵子龙。哼，还有我幽州公孙宝月。慢着，那女将好生眼熟，那不是赌场的赌鬼大牛吗？啊，他是敌营的人。那这马……张任，你以为天下有这么好的事吗？我告诉你，今日我就要取你的狗命，替庞士元报仇！就凭你，哼！张任，我倒是要看一看，你有什么能耐，能驾驭得了我的叶昭玉？好，这。我们不打了，我们投降。不打了。跪下，跪下！哼！长任，自从我入川以来，大多数的蜀地将士们都闻风而降，你怎么不投降？哼！忠臣岂可是二主？好，说得好。你虽在落凤坡暗杀我的军师庞统，我理应斩你，但是我顾念你是一个忠勇之人，我劝你现在投降归顺，我刘备定会重用你。呸！不配跟我谈什么忠勇！你这个大耳贼刘备！说什么这你不是？翼德，哎，翼德，翼德！呸！哼！最讨厌别人骂我大哥是大耳贼。张将军，刘皇叔乃汉室宗亲，归顺汉室并非易处，你可想好了？哼！尔等无需多言，请我城池已是不义，我张任绝不会跟随不义之人。今日败阵，我宁愿一死，也绝不投降。大哥，这种人到这种地步还如此顽劣，留着他有何用？
既然如此，那就从了张将军。来人，请张将军好好上路。诺诺，哼，起来。可惜呀。爹，事情怎么样了？张将军殉国了，我们不得不降。嗨，降就降吧，刘皇叔不是也挺好的吗？其实百姓们还盼着刘皇叔入城呢。你别瞪着我，这话又不是我说的，我只不过传达了百姓的心声。你想啊，刘皇叔好歹也是汉室正统嘛，跟着这样的人干，那可是前途光明啊。我可是听说刘皇叔帐下不仅有诸葛军师，还有好几位猛将呢。爹，跟着这样的主公，说不定你还能成为护国大将军呢。好了，天下之乱的大事，岂容你说了算？爹，我说的句句在理啊！你看，行了，女儿啊，你能让爹静一静吗？行吗？好吧，好吧，爹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吴叔叔好，我爹他在休息呢。好。吴将军，为何如此慌张？雷将军，看来我们必须得先下手为强了。什么意思？我们虽然已降，但刘备一定对我们心存戒备，若有半点差池，便会步了张将军的后尘呐。倒不如我们趁机将刘备杀了，为张将军报仇。你这是要谋反？我本无意追随刘备，他又非我主公，何来谋反一说呀？刘备本来并无心杀张将军，只是张将军宁死不降，才因此丢了性命。你我既然已降了刘备，他应该不会为难你我的。表面上说是不杀，其实是为了收买军心，可到头来不还是杀了吗？再说，张将军宁死不降，刘备心中肯定有怨。其他人倒还好说，你我二人乃是张将军的亲信，刘备他不会不知啊。可是刘备手下猛将众多，就算你我合二人之力，也绝非对手，这不是自寻死路吗？所以我们只有一次机会，今晚刘备包下贵宾楼办庆功宴，将军谋士肯定先于刘备抵达，刘备占了洛城，必定会放松警惕，到时候我们在街道两旁设下埋伏。哎呀，刘备不死，我们便无安宁之日啊！时间已经不多了，容不下我们再考虑了。如今这洛城已破，成都便在眼前呢。取回成都势在必行，但我只是担心外围州郡不宁。不过我们可以兵分几路，一路收外水江阳所属州郡，一路收巴蜀德阳所属州郡，到时候勒兵成都，一并取回。军师安排的极为合理，不知前去有何处关隘？绵主有重兵把守，若得绵主，成都唾手可得。哎，刘皇叔，听说你找我？宝月，此次攻占洛城，抓住了张任，你功不可没。谢谢刘皇叔。
应该论功行赏才是啊。说，想要什么奖励？其实送叶兆玉智取洛城的主意是子龙出的。这我知道。所以我想让子龙休息几天。宝月郡主，你这真是很贴心呐！啊，说的倒是啊，将士们连日征战，疲劳不堪，不如休息3日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我想让子龙陪我逛街，这就是我想要的奖励。哦，子龙，你意下如何啊？刘皇叔既然要论功行赏，你就直接决定好了。子龙他绝对不会违背你的意思的，是吧，子龙？是，一切听从主公安排。好，可不能小看了这公孙宝月的智慧啊！这样吧，子龙听令，今日全程陪伴公孙宝月，如若他看上什么喜欢的，尽管买下来，算我的。落。子龙，你有没有觉得今天特别的特别啊？什么特别的？你生日？当然不是了，今天是我们第2次约会。你说，要是刘皇叔每收一座城，就少我们1次约会，那该多好！天下这么大的城池，少说也能约会50多次吧？咱们就这么走遍每一条街，多没有意义，多不浪漫！你脑子里整天想的些什么呀？想的是你啊！我看你啊，成天跟我们这帮男人在军营里，都不知道害臊怎么行。你怎么这么说我呀？2个人在一起，总是要有人主动的嘛。谁像你跟个木头一样？不过没关系，我愿意放下自己的身份，放下尊严，牺牲自己，主动一点。你千万不要牺牲，我可受不起。哎，你今天是我的奖赏，你给我回来！赵将军你好，久仰你大名了。你个丫头，你撞到人了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啊，赵将军，我代表洛城的百姓欢迎你和刘皇叔进城。你是？我叫雷娇娇，打雷的雷，娇小可人的娇。我是洛城，娇小可人的娇。我看你是被雷劈过了，疯顶顶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啊你？怎么骂人呢？真没教养！谁跟你说话？真是！你想跟子龙说话，也得经过我的同意。赵将军，早就听说您和刘皇叔的大名，我代表洛城的百姓，衷心的希望刘皇叔能够带领大家安居乐业。哼，我管你是雷娇娇还是电娇娇，你个黄毛小丫头，竟然敢代表全城百姓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。哼，赵将军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哼。爹，怎么说，你好歹也是做将军的，胆子怎么那么小？快把这汤喝了吧，这可是我亲自监督厨房完成的。我不喝了，我还有事。哎呀，正是吃饭的时辰，还有什么事能比吃饭重要啊？我都说了，我还有事。爹，你该不会还是在为投降的事情烦吧？哎呀，人家刘皇叔已经入城了，你就别再想了。哎，对了，听说今晚刘皇叔在贵宾楼大宴功臣，他对他帐下的将士还真是好呢。
哼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表面的功夫谁不会做？爹，你好了，别说了，出去。爹，我叫你出去，听到没有？出去，去。爹，你要去干嘛？我不是叫你出去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从我一进屋开始，你便心神不宁。爹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就是想随便出去走走。随便出去走走需要带剑吗？还有这把匕首又是怎么回事？我都说了，不用你管。爹，你该不会是想去为张任叔叔报仇吧？爹，你可千万别犯糊涂啊！刘皇叔身边有那么多的猛将，你岂不是白白送死吗？我自有办法，不用你管。这么说，你真的是要去行刺刘皇叔？爹，你怎么就这么想不通呢？刘皇叔他是个明主啊，你跟着他一起为百姓谋福，不是挺好的吗？够了，雷将军。此次行动，我们孤注一掷，十有八九不会失手。可为了以防万一，以免暴露身份累及家人，你去通知弟兄们，换上夜行衣，天黑以后开始行动。诺。刘备是一个仁厚的明主，如果他有不测，城里势必会混乱不堪，到时候居民都会遭殃。现在唯有提醒刘备，让他做一些提防。可是我爹他们已经行动了，这又将我爹陷于危险之中。不告密的话，刘皇叔恐遭不测；如果告密的话，我爹吉凶难料。这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唉。站住！干什么的？我要见赵将军。去，哪里来的黄毛丫头？哎呀，你快让我见他吧，我真的有急事。怎么了？将军，怎么回事？我要见赵将军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。就你一个小丫头，能有什么重要的事？少啰嗦了，快带我去见他吧。要是这事儿耽误了，你们谁也承担不了。哼，你还敢命令我？你若对我有什么不满，你等我见过赵将军之后再惩罚我便是。好，是你？你跟这个小丫头果然认识啊？赵将军，我有要事相告。别在这胡说八道、危言耸听了。我看啊，你不就是想有意接近子龙吗？我心急如焚的跑到这儿跟你开玩笑，有意思吗？谁知道你安的是什么心？你一个小小的姑娘，你怎么会知道什么重要的事情啊？没错，总之这件事情已经刻不容缓，再晚一步就会酿成大错。哼，够了，别在这危言耸听。好，有什么大事，我倒是想听听。赵将军，在我告诉你之前，我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。哼，我就知道。哎，别吵了，小姑娘，你说吧。上。子龙，走。别动！子龙，去抓住他们，我倒要看看究竟谁想害我。放心吧，主公，此事交给子龙。
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！我知道，你心里还是不肯信服我们家主公，依旧为张任的死满心怀恨。毕竟你跟随他那么多年。也罢，我现在带你到他的坟墓前祭拜一下，如何？不知道张任为何而死？听闻是军师下令将大人斩杀。的确如此，张任杀了庞统先生，罪已致死。但刘皇叔念其忠心，本欲招降他，谁知道这个张任宁死不屈。最后孔明先生还是成全了他。刘皇叔假意招降，实为安抚军心，这个事儿我是知道的。那你可知，张任死后，是刘皇叔派人把他厚葬于此。刘皇叔的事，我是有所耳闻，在安抚人心上面，他的确做得面面俱到。雷将军，张老夫人，嫂夫人，我听张将军说，你们不是在老家吗？为何出现在这里？夫君去世后，刘皇叔派人将我们接来，并在此地安顿。刘皇叔担心老太太和张夫人在老家无人照顾，所以把他们接过来。这世上最悲哀的，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。当我得知我儿去世消息的时候，我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。对刘皇叔的恨是可想而知的。后来，还是刘皇叔派人说服了我，让我到这儿，随时可以悼念我儿。雷将军，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和我们差不多。这一段时间，我也想了很多。恨并不能解决问题。我夫君以死捍卫他的忠诚，这并不全是刘皇叔的错。在这战乱的年代里，我只希望能早日天下太平，以慰藉我夫君在天之灵。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福，让刘皇叔险些蒙难，雷同愿以死谢罪。爹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快告诉刘皇叔，你是被人利用的呀！我若不是对皇叔心存异心，又怎会受他人的蛊惑？如今我对刘皇叔已心悦诚服，但我知道为时已晚，所以无论皇叔怎么处置我，雷同毫无怨言。雷将军，你跟随张任多时，立下不少功劳，一直是忠心耿耿。如今知错也好，我希望你能够戴罪立功。刘皇叔如此仗义，令雷同更加惭愧。雷同还有何颜面再出现在皇叔面前？所以请皇叔允许我告老还乡，从此不再杀戮，洗去我一身的罪孽。既然雷将军心意已决，我也不再勉强。谢皇叔成全。爹，此事不必谢我，你要谢，就谢过子龙和你的宝贝女儿雷娇娇。要不是娇娇深明大义，及时的相告，恐怕大错早已铸成。另外，
他在向我禀告的时候，一定比我立下誓言，一定要保护你的安全。娇娇可真是一个大仁、大义、大孝的女孩。哈哈，雷将军，你有这么一位聪慧且深明大义的女儿，真的是你的福气啊！女儿，我们走吧。张鲁帐下的谋士杨松求见。哎呀，杨谋士啊，哎呀，杨谋士此次前来，可是你家主公有话带着我。哦，马将军，您派人送到汉中的书信，我家主公已经收到了。好，那就好。张将军那边可是有何决议啊？唉，实不相瞒呐，马将军，您虽然满怀诚心，意欲投靠，但我家主公心中难免还是有些犹豫，这就需要一个说话有分量的人出来牵线。马将军，您懂我的意思吗？原来如此啊，那你家主公此次派你前来，是有意回绝马某了？不，我家主公呢，原本确实有意回绝，但我就是那个说话有分量的人呢。在下早就听闻马将军你骁勇善战之威名啊！您若真心归顺我们汉中，对于我家主公而言，无疑是如虎添翼呀。所以，杨某虽然深知主公心中有所怀疑，脾气不好，但是我杨某还是冒死保荐，主公方才应允。马将军，您懂我的意思吗？杨谋士与我马某素昧平生。对我马某却是如此推荐，这份恩情，马某定然会好好报答。这以后啊都是一家人，马将军何须如此客气？其实呢，将军到了我主帐下，只要你懂得做人，相信日后飞黄腾达定不在话下。马将军，您机智勇猛，也一定不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当然明白，当然明白。先生对我马某赏识有加，这算是对我马超有知遇之恩，马超一定会牢记于心。先生如果遇到什么难事，有求于我马某，我马某定然会竭尽全力的。没啦？当然还有了，还请先生回去禀报你家主公，就说马超定然会尽力辅佐主公，效力沙场，万死不辞。不是，你这先生，请。没啦？不是马将军，真的再没什么了？先生，请。不是马将军，我这，哎呀，朽木也。你们家少主到底是真笨呢，还是装傻？怎么一点表示都没有？你明白我在说啥不？我们家少主不是已经表达过谢意了吗？罢了，想你们乃一介武夫，我杨某不如直接挑明了。我们家主公肯接纳你，那是我费了好大的一番唇舌。如今不但促成了你们拜入我主麾下这桩美事，这大老远的我还亲自跑来送信，不是？这车马津贴总该有吧？先生这样讲，我还能听不懂吗？放心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总算明白了你。来人呐，还不快把准备好的东西送与先生？诺，先生。马将军太客气了，其实呢也用不了这么多。先生太客气了，只是一袋干粮，一壶水而已。先生路途遥远，路上慢用，恕末将不远送。
什么破东西啊这！没见过你们这么不明事理的人！朽木也，朽木也！这个人这是怎么了？这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？是也罢，省了。啊，都说这刘备的军队战无不胜，此番我们就要挫一挫他的锐气。这一次要真拿下了加盟关，那咱兄弟俩就能成为东川的功臣了。哼！原言锦马超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啊！什么名不虚传呢？大哥，睁大你的眼睛好好看看，今天俺正要把他打得落花流水！哎，这马超来者不善，先避其锐气。马超之流再三交战，大哥，你为什么不放俺下去厮杀？先忍忍。你招飞也有罪存。哎，时候还未到。时机，三弟，下去杀个痛快吧！啊，大哥，你早该如此了。马超小二，你张飞爷爷来了。主公，军师何事而来啊？我在绵竹听说马超与翼德连战3日，难分胜负。是啊，这马超果然是盖世英武，让人佩服不已。马孟起与翼德都是猛将，2人死战必有一伤。不如我命子龙前来，与翼德联手，定能胜之。我在战场上见过这马超，勇猛无比，十分欣赏他。只是如若伤了他，或者伤及他的性命，我实属不忍。不知军师有何良计，能将这马超归于我旗下？那就得用计哦。我听闻东川张鲁，其手下杨松极为贪婪，比起贵阳的赵范，过之而无不及。军师的意思就是想要利用这个杨松。没错，我们可用会银与杨松结好，让其进言张鲁，以此计挑拨张鲁与马超之间的关系。待马超撤离加盟关，我们便可将其招降。如此甚好。那军师，你想派谁去？人选倒不难，
只不过运送大批银两入城，怕引起别人的注意，反倒把杨松吓跑了。得想个万全之策才行啊！万全之策。军师，怎么我在哪里你都能找到我？因为你是我的北斗七星，指引我的方向。方才看到军师的背影，让我想起了庞先生。之前他也是站在山上望着天空，观天占云。哎，是不是高明之士都会这一招啊？那世元替郡主占卜，占出了什么呢？当然是我和子龙的未来了。看来庞先生说的一点都没错，幸亏啊，我以退为进，帮了子龙，现如今才能和子龙成为朋友，跟随他。可是庞先生已经不在了，不如军师帮我看看，我们俩会有什么结果？不如军师帮我看看，我们俩会有什么结果？怎么样啊？我们会不会在一起啊？郡主与子龙的情谊定会长久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！那我们俩会不会成婚啊？这怎么了？是有什么意外吗？这要看郡主的心了。我的心很明确了，我日盼夜盼，就是想早日能够嫁给子龙。郡主这颗待嫁的心，倒是很迫切嘛。那当然了，谁不想嫁给如意郎君？谁都想穿着嫁衣坐在花轿上。这天底下最美的事情莫过于此了。哎，我倒真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郡主想做花轿，我可以成全。你难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说服子龙跟我成亲？实不相瞒，其实这只是一个计策。我们有批银两需要送入汉中，去贿赂张鲁的手下杨松。哦，不过只要子龙能当新郎官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这也行。好，那我先派人入城与杨松接触，等这批汇银随着花轿进入城以后，就由你们负责转交了。放心吧，这个办法比上次容易多了。什么？军师要我们两个成亲？这不妥吧？有什么不妥的？只是掩人耳目罢了，又没让你真和我成亲。当然了，你要是想假戏真做，我也不反对。这军师怎么老是给我出难题？你别一副很委屈的样子好不好？这个办法又不是我想的，我也在顾全大局。难道就没有其他法子？送银子进城了吗？反正以军师的智慧是想不出别的办法了。你要是有法子，你可以跟他说啊，你可千万别勉强，我可不想逼你。我看这个方法挺好的，你别再犹豫了，只不过是让你办个新郎，又不是让你真入洞房。是啊，我也觉得很吃亏，好吗？你觉得吃亏，可是我感觉你很开心啊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开心了？我两只眼睛都看到了。子龙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哎呀，行了，你们什么都别说了，我来说。首先呢，这个马超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对付的人。其次，我们都是主公的得力助手，我们应该先把自己的利益还有面子抛在一边。更何况了，跟我成亲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吗？哎，像我这么如花似玉、貌美如花、气质温柔的女人，姑娘，你说你有气质又温柔，可是我怎么感觉一点都不像你啊？漂亮！我现在正在和子龙说很正经、很严肃的话题呢。子龙，你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？成亲是吧？行，就这么做。小姐，
你好漂亮啊！穿上嫁衣以后，连笑容都变得贤良淑德呢。这要用你说啊，我早就知道了。子龙呢？准备好了吗？嗯，应该快好了。小姐，你就等着当你的新娘吧。银子呢？500两黄金就在小姐的花轿座位下呢。走吧。唉，成婚这事儿还真让人紧张，尤其因为新郎是子龙。哼。赵将军，你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。可是你，子龙，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不是马上就要走了吗？是，可是新郎不是我。不是你，那是谁啊？你怎么穿成这样啊？我是你的新郎啊！我不要柳胜做新郎。走吧。起轿！我不上轿，我死都不上轿！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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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回去吧，这大家都等着呢。要是耽误了大事，可怎么办呀？什么是大事儿？我的幸福不是大事儿吗？他凭什么耍我呀？你都知道是假成亲了，这新郎是谁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什么叫没有关系啊？你看柳胜那个样子，他跟我般配吗？我都不相信，别人能相信吗？小姐，你坐在轿里，谁看得出来般不般配啊？我求你了，小姐，快回去吧。哎呦，我不管，今天就是军师来了，我也不上轿。要你凭什么这么戏弄我？唉，我知道，小姐心里只有赵将军，而赵将军一心只有军务。他见你不肯上轿，已经穿上新郎的衣服，等你上轿呢。停！哎，站住！干什么呢？大哥，今天呢，我家公子结婚，你就行个方便，沾点喜气啊。好，发型。走吧，走吧，别耽误了你们的吉时。哎，是，走。这。这个杨松他还不来，会不会他都已经反悔了？你放心吧，他那么贪财，不会放着这些银子不要的。再等一等，既然军师已经派人和他联系过，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。哎，杨大人来了！哎，快请进，您的朋友已经等候多时了。把店看好了，不要让其他人进来。哎，你们就是荆州派来的人？是，杨大人，请坐，来。杨大人，这里呢有500两黄金，要不然您先点点。既然你们这么有诚意呢，我就不说什么客套话了。其实吧，我一直觉得和气生财嘛，何必动刀动枪呢？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啊，明白。其实吧，要我说服我们家主公也并非难事，毕竟在张大人面前，我是个红人呐。我不是什么贪财的人，只不过这有钱好办事儿嘛。
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啊，非常明白，完全理解。这个马孟起啊，我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，他不过是走投无路才投靠汉中，还真当他是什么西凉少主吗？我早就想教训他了，灭灭他的威风。你干什么？我警告你不许动他。宝月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那马孟起不是你们的敌人吗？张大人，我们的意思你应该清楚，我们只想马超退兵加盟关，至于如何应付，我们不劳您操心。这事情我会看着办的。慢着。好处你已经收下了，我们交代你的事情，你最好尽早办妥。这是我的事儿，我想怎么处理，用你教我。我只是提醒你一下，你知道我身边这一位是谁吗？不是，他是谁？与我何干呢？常山赵子龙。哎呀，赵将军，赵将军，失敬失敬，赵将军。我们会随时进城的，你的一举一动，我们都会盯着的。趁你还没有出门，现在反悔还来得及。哎呀，赵将军，您放心，小的一定竭尽全力办妥此事。走。哎呦，恭喜张大人呐！哦，这喜从何来呀？张大人，您立汉宁王的时机到了。此话怎讲？这几日马孟起与刘备开战，这刘备帐下确实有不少猛将啊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刘备迟迟不肯退兵，对我可是很大的威胁呀！哎，张大人，这一战说明刘备颇具实力，而刘备又是大汉的皇叔，您若愿与其修好，有他保奏，那您必定坐稳汉宁王之位。主公，您明白我的意思吗？若能如此，当然很好。你可有把握说服刘备与我交好？那马孟起与荆州军大战，各有损伤，人疲马败。我们不如就做一个顺水人情，让马超退兵加盟关。好，立即开往厦门关，让马超退兵。此战未必会输，我不能撤兵。这可是主公的意思。我军如今跟着荆州军大战3天3夜，眼看胜利在望，怎能轻易退兵？您若执意要与刘备对峙，也并非不可。只是主公有3点要求，你若完成呢，便可重赏；你若完不成，便要献上自己的首级。哼，哎，什么条件？第一，你要夺取整个川境；第二，你要将刘璋的人头取下；第三，你要将荆州军逐出川境，以保大蜀长治久安。马孟起，这3个条件，我看你一个也做不到。你又何必为了逞这一时之英雄，搞得自己首级都不保呢？来人，将这个无理取闹的杨松给我乱杖打出去！哎，马超，你要干嘛？马超，马超，马超，你给我等着！马超，你给我等着！
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如今我们孤立无援，汉中已是我们最后的依靠。这上阵杀敌，哪有不战而退的道理？张鲁提出3个条件，分明就是在刁难我们。可如果我们不退兵的话，就连最后的依靠也没有了。大哥，大局为重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马超派人送来书信，答应撤兵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看此事并没有那么简单，您可要小心呐。此话怎讲？此前我去加盟关说服马超时，他的态度极为恶劣、傲慢，坚决不肯罢兵。他甚至还说，说什么？从实说来。他甚至还说主公您胆小如鼠，忌惮了刘备，而他根本不把刘备放在眼里。他果然这样说的？绝无半句虚言呐！我本耐心劝说，怎料他却派人将我赶了出来。现在他又说短短时间内要退兵。哎呀，这其中肯定有诈呀！大人，那马超狂妄自大，借城府脱身。他此次退兵回汉中，肯定怀有异心，其野心肯定是想将汉中据为己有，以作为他的立足之地呀。想他马超当年投靠我的时候，只不过是走投无路罢了，又岂能对我忠心耿耿？他这种奸计，早让我识破了。马上派兵守住城外。我亮着马超有天大的能耐，也休想踏入汉中半步。诺。大哥，大哥，不好了！前方什么战事？张鲁派了7路人马分守在城外。想必是杨松的奸贼出卖了。那怎么办？咱们已从加盟关撤兵，现在又不让咱们进城，这不进退两难吗？如今马孟起退兵加盟关，又被张鲁拦在城外，进退两难。现在正是招降他的好时机啊！我与马孟起交手过一次，此人性格刚烈，恐怕很难说服。不过，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重情义之人，这里边与马孟起最有交情的，应当就属宝月了。我怎么也听说宝月姑娘和马超有很深的情谊啊？什么听说呀？我看你早就知道了吧？上次入川遭劫粮，我看也是军师自己的安排吧。宝月姑娘，我哪有那么神通广大呀？再说了，这是一个和马超叙叙旧的好机会，你要不要担当此任呢？你说我一次建功又一次建功，这功劳大的不都有些烦恼？哎，你说我要是不在，你们该怎么办呢？啊？好吧，看在我在你们心目中如此重要的份上，我就去劝劝马孟起。不过，劝不劝得动，我就不好说了。好，宝月姑娘，由你出马，她一定会同意的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刘备派人前来。不见，打发他走。大哥，您先看看是谁，再做决定吧。是你呀。
好久不见啊，马梦琪。好久不见，只是你此次前来的目的，可是做说客？我就不能专程来看你吗？是不是上次一别之后就对我很是思念？没有。哎呀，也不是完全没有了，我们是好朋友嘛。梦琪，你有没有想过投靠刘皇叔啊？这样我们以后就可以经常见面了，就不用再后会有期了。公孙宝月，你这是在用感情俘虏我，你是利用我。哪有啊，我只是提议罢了，决定权在你。我呢，是真心的希望你能够投靠刘皇叔，我觉得这才是你应该走的路。是吗？你的固执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。哼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你固执，得理不饶人，爱臭美，又喜欢嘴上占便宜，还喜欢拒人于千里之外，还爱装潇洒。大小姐，我有你说的那么……我还没说完呢，别插嘴。虽然你表面上是这个样子，但是其实你是一个很正直、善良的人，要不然你也不会多次出手相救啊。然后你的父侯宁死也不肯追随曹操，说明他也是一个正直的人。你打心眼里希望跟他一样吧？你应该明白，刘皇叔乃是汉室正统，无论对百姓还是将士，宅心仁厚。你应该追随这样的明君。以你个人的力量，你是根本为父报不了仇的，甚至还会孤立无援，陷入困境。其实我之所以不愿意归在刘备门下，有一部分原因是你。因为我？你该不会是因为我伤了你的心，再也不想跟我见面了吧？恰恰相反，其实我每天都想见到你，可是一想到你对别人心有所属，也要对别的男人付出，我怕看到我会做不到。你真的那么喜欢我？比你想象的多。对不起，我现在什么都不能答应你。可是男儿志在四方，你不是一个没有抱负的人，你不能因为我而放弃你的抱负。更何况，你还有那么多将士追随你，你真的忍心他们处于危难之中吗？你说的对。自从我离开西凉以来，就带着一众将士四处东奔西走，却连一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办法给他们。我确实很自私。你能这么想，说明你一点都不自私，只是一切来得太突然，你还在徘徊。你不是说过要跟我比赛吗？比谁更有耐心？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们给彼此一个机会，但是你也要答应我，先把感情的事情放在一边，做出自己觉得对的决定。